继续说来桃园，看到桃园的南门市场，这个所在是市区闹热的所在。摊贩的当讲是满满是，最近有摊贩讲，互路麻强迫收保护费，毋但甲人并倒，搁用货车强接摊贩因的位。落尾手检查调查才发觉讲，原来这是厝主最近要装潢店面做生意，要求摊贩都要搬离开，才会引起一寡沙塞。毋是讲要强迫因都要收保护费，变做是树仔错规山大错啊！ 人来来去去，哪位嘛真济，这是桃园人上爱的南门市场。最近煞有民众讲，互路麻来收保护费。一个姓林的人伫咧网络顶讲，家己80岁老母摆摊做生意40年，煞互路麻来收保护费。附近的3个单位嘛，互要求爱纳2万到3万的保护费。对，顶个月开始，阁会招人来恐吓，一来就是30几个人，毋若讲单，阁会用货车来占单位，互做生意的人是有苦，毋知要安怎讲。毋过警方 调查了后，发现并无人来强收保护费。我们这条那个市场的人，你可以问问看呐、看谁有来收保护费啊？警方表示，4个单位拢摆店同一间店家头前。最近厝主要改装店面，要求单位来搬走。啊，若无就要收租金，因为安尼才会引起纠纷。照那个毁损跟恐吓，移送侦办，故意将货车挡住在摊商前面给予那个制单举发并请拖吊车给予拖吊一致警方将闹代志的人移送法办，民众敢若希望会当行南门市场一个安全买物件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